手把手祷告手，我们的身体有锻炼吗？我们看到这一群体适能的学员，经过一段的训练以后，哇，他们可是可以坚持到某一个程度的肌耐力哦。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，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，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。这是在提摩太前书4章8节从神来的话。但是亲爱的大家，可不是叫我们不要运动哦，不是，是要我们身心灵都要运动，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是全人的健康。所以我们有固定的时间在运动吗？因为牧师曾经1个礼拜都会去游泳3次，但是最近1年多以来，钟贤哥生病以后1次都没有去游泳这个要检讨。那这要再重新来调整，就是在时间上如何能够搭配如何能够过更均衡的生活，让时间让身体都能够肌耐力都要够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感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让我有机会做什么样的身体的运动，心灵也同步来锻炼。恳求主帮助我安排规律锻炼身心灵的时间，信心的激励也要来锻炼哦。我们家庭也一样，曾经共同经历家人一起去练身体那种美好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彼此分享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